英皇國際爆發166億元債務違約，成為首家瀕臨爆煲嘅香港主要發展商，令唔少商界中人甚感唏噓。據英皇國際最新業績報告披露，集團截至3月底有166億元銀行貸款已經逾期或者違反若干條款，銀行有可能要求立即償還款項。英皇國際表示，現正同相關銀行協商財務重組，並且計劃出售投資物業。根據業績報告，英皇國際嘅銀行借貸166億元，為1年內需償還嘅短債，但係手持流動資產僅57億元，其中現金只係得6.4億元，遠遠唔夠以還債。當然，英皇國際仲擁有價值298億元嘅投資物業，如果能夠將大部分物業順利套現，或者可以渡過債務難關。不過喺目前市況下，實在談何容易呢？英皇老闆楊受成縱橫商場逾半世紀，可謂見慣風浪。據楊受成傳記《爭氣》一書記載，1983年楊受成39歲嘅時候，佢嘅旗艦公司好世界因擴張過急而資不抵債，出現3億幾資金缺口，以致被債權人匯豐銀行接管，就連佢自住嘅豪宅亦被收樓。後嚟楊受成同匯豐講數，協議用8年時間以2萬蚊月薪為該銀行打工代管公司。結果隨住香港經濟復甦，佢只係花咗2年便成功重振公司，落實債務重組，得以從谷底翻身。如今時隔40幾年，楊受成旗下嘅英皇系亦再度陷入債務危機。同當年一樣，英皇系今次想要脫困，既需同銀行講數，同時亦都要寄望於整體經濟回暖。如今已經82歲，面對眼前危機，睇下楊老闆可唔可以再一次爭氣，帶領英皇系渡過難關呢？